講道，祝屬美好的新生命，請曾牧師。親愛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在今年2026年的第一個禮拜日，牧師要用30個聖經來邀請咱做伙來領受上帝祝福。這嘛是牧師在講道進前為咱在心中的祈禱，求天父上帝在新的一年賞賜咱新的活命，新感到一定是好。那安尼，什麼種的新，才是真正對我有利用？這個時代是足緊就換新啊！無論是3C 的用品，無論什麼，足緊的改變，新感到一定是好。但聖經講是舊，又還是新。那安尼聖經咧講的更新是什麼？今仔牧師為着咱選30個聖經，這30個聖經對咱來講攏真實。一段是上帝親自講，我要將一個新的心、新的神放佇咱內底。我望兄弟姊妹，今仔這個禮拜，你拍開你的耳孔，你嘛拍開你的雙手來領受講，主，求你將這個新的活命、新的心、新的神，什麼叫做新的神？新的靈魂、新的上帝的聖神，踮佇咱的內底。伊講，我要用肉的心來換石的心。這句話怎樣講？石是無活命的石頭。肉體的肉的心是代表有溫度、有情感、有生命。兄弟姊妹，我咱在今仔這個禮拜，上帝在新的一年對年頭到年底，攏賞賜咱活得真好。有恁在咱的教會，牧師對少年到今仔，我感覺講，我無感覺講我留在這間教會是一個受苦無彩。阮都當佇咱的中間，我哪來咱感覺講，這個家庭有經過真濟會欠缺需要，但是佇咱中間有一定有一股很濃厚的彼此相聽的心，呀，這你感覺有無？願天父上帝佇今仔這個禮拜，賞賜大人囡仔、阿公孫啊，都能夠佇新的一年對年頭到年底，享受這種更美好的生命。咱當心來祈禱，主在你的至聖所，我用祈禱來開始新的一年。我在你的面前設立這個聖餐的禮拜。主，我不但要吃這個餅，不但要飲這個杯。主，我在祈禱的中間，我要邀請主你家己，就是帶有權能的聖神進入我的內心。在每一個我所聽兄弟姊妹，無論在教會實體禮拜，無論是在因的厝內。無論佇因咧旅行佇外面，佇手機頂懸，甲阮同心做禮拜的兄弟姊妹，主求你對天靈，將你的恩惠施落佇阮的中間，無一個人空空離開你。佇今仔這個禮拜，賞賜阮新的願望、新的活命、新的態度、新的智慧、新的能力，求天父上帝換新一切，主啊，為阮做一件新的事。阮佇你面前恭敬來聽主你的話。願你的話照安尼成就，在每一個你的囝兒查某囝因的人生的中間。願在你面前同心祈禱，我給耶穌基督的聖尊名求，阿們。願天父上帝祝福咱大家在新的一年。今仔只有3句話爾，兄弟姊妹，這3句倒去攏愛甲背起來。牧師為着要互咱好記，所以我無用足長，書話嘛無讀前後文。其實咱讀聖經愛對前後文讀。咱才會了解講，這句話到底伊的重要性是什麼？但是今仔日無論是舊約、新約以及經句，這3句話，伊攏會當成做一個單一的，唔免頭前解說，唔免後壁解說，伊會當成做真要緊佇你人生中間祈禱的金句。根據這段經文，你甲上帝講阿們的事，上帝賞賜你。所以第一個拄則牧師一開始甲咱解說講，新的心，新的神。第二，佇今仔日所互咱哥林多後書講，既然有人踮佇耶穌基督內底，伊就成做新的什麼？新的人。兄弟姊妹，穿新衫較簡單，起碼就有，對不對？但是人若要有一個新的命運，簡單無？有真濟人佇這個世間咧找
會當藉做伊的瓦殼幫贊來救伊脫離黑暗的關係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佇今仔日的禮拜，毋是干那牧師的祝福，是上帝差遣感動牧師為恁帶導。願天父上帝為恁做一件新的事，這是今仔日的金句。上帝講：恁囝毋知嗎？我要為恁做一件新的事，就是我要佇曠野開道路，佇沙漠開江河。我知影這句話是陳宗聖長老上愛的一句話，嘛是伊用佇一生中間咧對上帝回應。佇個人生中間有真濟階段，無共款的階段，有真濟計劃，但是上帝最後所成就的計劃，是一條行袂了，還是一條永遠的路。兄弟姊妹，毋是講陳宗聖長老爾，兄弟姊妹，咱攏共款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這段時間回應你的祈禱。兄弟姊妹，你雖然檢查咱今年的一個跨年禱告會人較少，但是咱也有機會佇今仔日的禮拜。你將你想要愛有的新的願望，你問上帝講：上帝佇新的一年，你要帶我行什麼種的道路？兄弟姊妹，伸出雙手來領受，用你的心甲上帝講阿們。願天父上帝佇新的一年，伊講：看，我要為恁做一件新的事。兄弟姊妹，你的人生有需要有新的事發生嗎？有真濟人30年、40年、50年如一日。未變就是未變，這種人當然我感覺講伊有堅持，伊嘛有意志，伊永遠堅持伊要愛 ，OK， 這無啥物大毋對。但是咱人生中間，若是一個機會，若是一種的福音，若是一個命運，新代表什麼？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佇今仔日，上帝講我要佇你的人生中間做一個新的事，特別少年的青年。願上帝在恁的人生中間，為你們量身定做一生的計劃，一生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甲我會差不多，啊，想比我較濟，你會感覺講啊，我人生就等結束 ？No， 毋是。咱的人生無一個人咧等結束，咱咧等天光。喬治亞足出名的英國的首相，伊講：當我個別色重色的時候，毋通甲我吹熄燈號，愛甲我吹起床號。兄弟姊妹，人的一生是70，永壯通到80。70這個字對陳牧師來講是今年上敏感的一個數字。但是拄開始呢，上帝甲咱做一個新的事，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佇曠野開道路，佇沙漠開江河。兄弟姊妹，這毋是口號。什麼是曠野？什麼是沙漠？佇聖經中間，曠野、沙漠、黑暗。暗暝、死命山谷，這幾項攏是人類無愛。但是聖經中間這幾樣的情景，是人生中間一個真要緊的。拄着上帝的時間，佇沙漠、佇曠野、佇暗暝、佇死命山谷，當一個倚靠上帝的人，伊要佇個暗暝中間去看到上帝啟明星、上帝聖神、上帝伊的天使、上帝的恩惠對天降臨。兄弟姊妹。上帝應允用聖經做咱的祈禱，所以今仔日牧師要用這個來做開始。即使你佇人生中間，若有拄着曠野，若有拄着暗暝，若有拄着荒漠，就是講什麼種的活命攏無，大掃掃，只有山。咱的人生若是這種欠缺空閒、孤單，今仔日的禮拜是一個祈禱甲開始。做牧師的人有時攏會接到莫名其妙的電話，因為求助無門的時，因為到處找講有甚麼人會當接到咱幫助。咱的教會捌佇好消息頻道有互人講起，咱的教會嘛捌佇直播中間有人互相分享，所以牧師有時會拄到迄種敲電話來，免問講牧師我著安怎做？兄弟姊妹。如果你若是爸爸媽媽，你愛幫助你的囡仔誠多有能力照顧家己的人。咱的教會有一個叫做陳莊仁俊，兄弟姊妹，伊當年的聖誕節，攏倒來咱的教會過聖誕節，因為這個所在親像伊故鄉，就是真正就是伊故鄉的教會。
兄弟姊妹，如果莊人俊來當照顧家己才較好勢，咱無理由通講我無能力通照顧家己。所以基督徒有一個足要緊的生命的信仰，都是伊哪來哪有能力，把家己照顧了好勢。兄弟，這無比迄個其他的什麼神蹟奇事佫較無重要。咱的人生中間來當把家己照顧了好勢，其實就是一個足要緊的榮耀上帝的功課。咱做父母的，毋是留財產給囡仔，咱做父母的，是佇囡仔的成長過程中間陪伴伊建立正確的態度、正確的思想，然後教伊一項怎樣照顧好家己，量入為出，能夠成為有韌性、有活力新生命。願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每一個人攏享受這種的祝福。人的一生若無暗暝，人的一生若無暗暝，就無精彩。咱攏講我愛行佇光明的中間，若是日中晝，佫才是熱天時。兄弟，你若看到這粒日頭，你就煩惱啊，是無？兄弟姊妹，佇暗暝，佇孤單，佇困苦，佇欠缺，迄個時間，就是咱咧講的刺激。佇艱難的中間，人要拄到上帝的幫助。咱用安尼來開始咱新的一年。願天父上帝幫助所有你身邊的人，有的人破病，有的人伊最近的工作無順，有的人伊佇人生的十字路口咧找何去何從，有的人伊感覺孤單，伊生命需要有一種的困難。無有一個上帝比咱的上帝更加歡喜聽人的祈禱。這禮拜我接到一通電話，伊就是咧講牧師，我要安怎做？我真混亂。伊問真多問題，伊講我敢一定愛洗禮了，教會才會當幫助我？敢講我一定愛洗禮了，我會當得到耶穌的幫助？因為伊去找真多教會，逐間教會攏要求伊愛先洗禮。幾啊間教會是安尼？兄弟姊妹，上帝敢有因為咱無洗禮，就拒絕咱信耶穌？耶穌來到這個世間，毋是干那為着基督徒，對無？所以我甲迄個青年鼓勵講：你免煩惱，這毋是銀貨兩訖啦。信耶穌毋是買啊！你來遮買一個產品，你摕錢來買，毋是。你試看覓，你細漢你阿嬤教你的舉香拜拜，你今仔日來到耶穌的面前，來領受一份上帝祝福。嘛毋是干那基督徒有這種屬靈的智慧。我夜捌看天，看你的手所做的，看你的鏡頭啊所安排日過星辰，我忽然就感覺，我無擱再孤單，因為浩瀚星河遐爾寬闊。佇這個黑暗中，我才感覺有一種的踏實，一種的平安。上帝啊，你哪會聽我遮深？願這個聽代表了上帝，佇此時此刻。兄弟姊妹，幫你的心，互你知影，伊甲你相合佇底。兄弟姊妹，毋是基督徒才有這個智慧，嘛毋是聖經才有寫這個智慧。無久之前，牧師捌甲恁分享一本書，叫做《尋路客》The Wayfinders》。牧師問一個問題，因為本書我讀了後，我問一個問題，我講聖經的歷史是了不起是4000年，還是講對亞當開始對創世紀？但是亞伯拉罕是4000年的人，所以基本上聖經的歷史有文字的記載是遮爾短的時間。佇還沒有聖經之前，上帝創造人類了，伊就翹腳練喙手，啥物攏無做嘛。上帝佇迄個無聖經之前，上帝敢有講話？100%，上帝佇創造天地了，迄個7天毋是結束。人類通過8萬年，最後才有這本聖經。真正這本聖經的8萬年前，上帝創造天甲地的時，人類無明的時陣，上帝已經咧對人類講話。只不過是咱是幸福的人，這本聖經白白來到咱的手中。咱早前的信仰的前輩，
伊將聖經翻做咱的白話字，伊將聖經翻做咱的中文，伊將聖經印出來給咱大家。也沒有聖經真正上帝就對人類講話，所以大衛不是第一個看到日月之神心中有智慧的人，不是。在希臘、在中國，攏有這種人。在中國有一個叫做老子啊，伊寫一本書叫做《道德經》，好親像就是箴言同款。希臘耶穌出世500年前，嘛有一個科學家，伊用一句話叫做 Logos。翻出來都係約翰福音的第一句話：起頭有道，道甲上帝三角地底，道成肉體來到世間。伊所講的 Logos， 甲老子所講的道，甲今仔日所讀的聖經，上帝無棄殺伊所做每一個。原來你今仔日禮拜所聽的弟兄們，看到你心中的天空，你講牧師，我要安怎看到我心中，我心內心的天空呢？所以聽親愛的弟兄們，在咱的腦海中，在咱的感情中間，攏有一個宇宙，你明白嗎？在你的思想，在你的感情，上帝為你創造一個新天新地。特別在今仔日的禮拜，擱一擺甲咱講，我要為你做一件事，兄弟姊妹，你都愛甲上帝講。上帝，請講，你的囝子敬畏來聽。啊，這你敢知這個祈禱多重要？上帝，請講，你的囝子恭敬來聽。你歡喜恭敬聽聖經的話嗎？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話要改變咱一生的命運。上帝所應允一切的祝福，攏有寫在這本的聖經的內底。願天父上帝帶咱讀聖經啊！咱的心是一個神聖的空間，外面的曠野沙漠是一個地理的空間。人有可能在山尖的所在，人嘛有可能在個死蔭的山谷，人嘛有可能在這個曠野旁的，咱來講沙漠，底下都在上帝。耶穌教咱一個功課，伊要開始一生的工作進程，伊承認40天。你會記得故事無？40天在曠野中間，安靜伊心中的焦躁甲試探。耶穌留予咱一個功課，咱的心內有一個神聖的聖域、神聖的空間。這個空間就是你甲上帝相處的所在。牧師所形容的講，咱的心中、咱的思想、咱的感情，是一個小宇宙。這不是一個形容詞，兄弟姊妹。你若願意互上帝聖神入你的生命中間，海闊天空。兄弟姊妹，足實在。你若願意互上帝聖神入你的心內，海闊天空。願天父上帝回應咱中間有需要的人，有需要的人體驗。咱來做禮拜，不是來做參考，咱是來追求上帝。上帝此時此刻，是我的生命新的開始。這不是講到2026年，是對今年到一生的路尾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今仔日寫3句的經文，兄弟姊妹，我知影有的人已經背起來啊。但是如果你若還未背起來，牧師要鼓勵你，這30個聖經一定要背起來。你甲上帝禱講，主，我知影，你要為我的一生做一件新的事，不是別人來做。我要成為不一樣的人，因為我的一生是你量身所定做的。我唔免去模仿別人，但是我會當學習跟隨敬畏耶穌的人。我唔免模仿別人，這會讓我心內有感動的，無論是信仰的前輩，還是咱的長輩。你若感覺伊真可敬，不是因為伊是神，只有可能是因為伊有敬畏耶穌，伊有活出耶穌所享受伊好的無比的生命。就因為安尼，咱嘛因為伊的見證，咱的生命就走上我們自己的好命人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今仔牧師要甲咱講2個祈禱，第一個祈禱，主求你為我的生命
成就更美的事。你要問牧師講，牧師在什麼所在有記載更美的事？您去讀希伯來書，希伯來書這本冊內底短短爾嘛無短啦，10幾章，伊內底7擺講到 better life， 更美的盼望，更美的財產，更美的生命，人生當中更美的上帝的應許，7擺，兄弟姊妹，願咱佇上帝的面前勇敢祈禱。第一個，牧師要鼓勵咱的祈禱，該記佇你的週報頂懸，倒去寫佇你的精美的你的日記本頂懸，你甲上帝討。2026年的一開始，我要甲你討一個，今年要更好。求天父上帝予咱第二個祈禱。你問上帝講，上帝佇你的聖經中間所講的新生命，優質的新生命，到底是什麼？對在牧師提出一個反面的思考，我問你講，新的感覺一定好，是無？哦，足多人愛使特斯拉，因為伊即擺是全世界上夯的電動汽車，但是要叫我開，我會驚呢。萬一若無注意去導火，對車底燒起來，啊，有會聽講人迄門開袂開，走袂出去，變成行鳥巴都行喺內底，心無一定好。但是聖經內底就講新生命。是咧講什麼？也即你來問牧師私底下真歡喜，用一段時間較詳細甲你解說。聖經中間講新，是心中的新。但是你嘛會當佇你的祈禱中間，你安靜，上帝會甲你講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這兩個祈禱，真做咱今仔日過新年中間所領受。第一，我要甲咱分享講，聖經內底咧怎樣講新生命？今仔日聖經無論以賽亞第43章，伊講，我要為恁做一件新的事。以西結書36章26節，伊講，我要將一個新的心、新的靈放佇恁內底。我要將肉的心換石的心。拄才牧師有小可解說，石頭的心代表心硬。石頭無活命，石頭無溫度。肉的心是什麼？有感情。這個肉的心會回應講：哇，有一種溫馨的感覺。上帝啊，你來了。肉的心是一個有氣息的。上帝創造亞當原起頭，不是石頭，因為亞當的名，這個猶太人的舊約的聖經的字，希伯來文叫做阿達瑪。阿達瑪跟阿當是共希伯來語的字根。這個字阿達瑪叫做什麼意思？泥土啦，黏土。所以阿當是土做的人。但是你會記得故事安怎講？上帝照伊的形象創造阿當了後，伊做一個動作，伊將氣分入去，這個無活命。一個土角，伊就真做有活命的人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禮拜咱應該花手祈禱講：主恩我分活開，主恩我分活開，活我活得像人，活得像人。兄弟姊妹，互咱活得像耶穌基督。奉主耶穌基督伊家己的名。甲伊所講的英文，伊講：我來到這個世間是為着要互人得啥豐盛的生命。你相信嗎？願天父上帝在新的一年賞賜咱，聖誕節足趣味。陳牧師宣布講，今年無要發聖誕禮物，咱要將這聖誕禮物送到災區。恁攏無注意哦，但是你若看回憶的錄影的時候，你才看到，佇咱中間有個囡仔安那，臉馬上垮下來。我苦等的就是一年聖誕節禮物，但是當迄個聖誕老公公行出來，迄面就隨便，嘴唇開去，目睭足大淚，哇！真正毋是我牧師要講，牧師無看到，因為牧師攏第二天來電管。
但是後來牧師咧整理，咧看以前咧整理啊，即個跨年禱告會所整理啊，迄個聖誕遐節慶的，哦，你若該停格，你就看到真多會感情的回應。兄弟姊妹，咱攏真可愛，咱的囡仔嘛攏真可愛。上帝聽咱嘛，上帝嘛聽咱的囡仔，你阿們嘛？願天父上帝伊的聖神讓咱分外開，新的畫面是代表什麼？新的願望，新的快樂，新的旅程。這個新的內底有真多特質，用阮牧師小可解釋互恁聽。但是恁愛佇心中講，自我期待，佇新的一年，互我無照舊年共款，攏舊事重提，老事重談。互我唱一條新的歌，互我做件新的事。每一年有驚訝，讓你感受到今年的聖誕節又跟去年的聖誕節不一樣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所以聖經內底咧講的新，不是無存在，而是回到原起頭，上帝所想屬你的畫面。英語叫做 renew。renew 的意思是講，重新給咱切落清氣，親像咱的鏡，你若無定定給切落清氣，迄個鏡會卡到啥物？卡到灰塵。咱的生命起頭就已經帶着足水上帝創造，因為創造亞當了，伊講好的無比。聖經講，伊看伊所創造，逐項攏好。兄弟姊妹，毋通看家己無好，毋通嫌待家己，嘛毋通甚至何牧師想要講一句話啦，嘛毋通嫌台灣啦，好啊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新的一年，咱對聖經看到，伊這個所在講，我要창造恁一個新的心，這個心是情緒的，原本的字叫做禮物，就是講伊有思想。牧師要甲恁解說一句聖經新約內底字叫做 logos， 有啊。這個心就是內底有一個情緒，這個心內底有一個情慾，這個心內底有一個想法。所以牧師要通過古倫神父所帶來的古老靈修的，伊咧講起人的存在有一種心靈，迄個 logos， 這個字對邏輯延伸出來的聖經內底，第幾約叫做禮物，有感情，有溫度，有生命。兄弟姊妹，你愛食做有熱度的人嗎？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無論去到什麼所在，因為咱的存在，人攏感覺這個人的生命很有溫度。伊咧講話嘛，真有溫度。兄弟姊妹，願上帝祝福你，互你帶着上帝伊家己所想事。伊講這個肉的心，伊講我要甲你甲因放佇你的內面。兄弟姊妹，邊放你的內心。你若願意讓上帝做主，你的生命會不一樣。咱若無願意讓上帝做主，上帝有願聽咱，有願擁護咱，但是你可能只會剩下你自己。像你今天牧師無甲咱恐嚇、情緒勒索，無耶穌是咱的順性，有耶穌毋是咱的重擔。願天父上帝幫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保羅講，見老人佇耶穌基督內，感謝異民一道來，哇！教會生活對親像活起來安尼。昨本在講無主會，但是聽講有一個劉一民對德國，今仔做禮拜上遠的所在倒來。昨暗的生活對伊也來，伊也來。啊，有友就甲我講，爸爸今仔上來。毋是講美秀無夠甲生活對啦，嘛毋是講美秀無魅力，毋是，因為咱攏想要看一個咱足久無看見的劉一民。兄弟姊妹，願天父上帝賜阮賜福。今仔所敬的這條聖歌，所唱的歌是啥物題目？在基督裡。願這間教會是佇耶穌基督內底，願你的人生是佇耶穌基督內底。你敢知影佇耶穌基督內底？你的生命沒有多大的幸福跟改變？兄弟姊妹，牧師不是咧賣四季，破開講足甜，不是。聖經時代咧講，若有人在基督裡，伊不是干那叫做新創造的人。
聖經耶穌甲伊講，你要食做一個有能力的人，因為我是葡萄樹，你是葡萄枝，離開我，你就袂當做什麼。牧師捌用這節的聖經甲咱講，軍隊耶穌的人要食做 can do person，can do 就是講有能力的人。這是一個英國的牧師，伊佇講道篇中間，伊講一篇講道叫做在基督裡。啊，佇伊中間有一個主題，伊講，既然有人佇耶穌基督內底，伊就真做有能力的人。英語叫做 can do， 在我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願天父上帝祝福咱教會這新生代，您成為主堂教會的驕傲，您嘛享受上帝所給您新的生命，展翅上騰，無論到天涯海角，勇敢去。上帝要帶領咱的人生，在這個所在角落去，伊講一個最要緊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。過新年最新的事，老狗變不出新把戲。兄弟姊妹，願咱在新的一年，咱有智慧的靈、聰明的靈、有策略的靈、有能力的靈、有知識的靈、有敬畏耶和華的靈。在耶穌基督的內底，耶穌就帶予咱這種聖靈所帶來的能力。願天父上帝甲咱在座兄弟姊妹同在，予咱在今仔日的禮拜，伊講新創造的人，就是一個回歸，重新甲咱榮耀的身份，重新摕倒來。咱是啥物人？咱是天公仔囝，兄弟姊妹，你喊手講阿們。我是天公仔囝，在我的人生中間，若有上帝無迄種伊無法度擺平的事情，在我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新生命就是我們跟上帝的關係和好、修和。對今仔開始，咱更加清楚知影講，原來我唔是一個阿貓阿狗，原來我唔是一個無人愛的人，原來我就是上帝小命命伊的寶貝仔囝。兄弟姊妹，你願意讓上帝聽陪你一生嗎？兄弟姊妹，你若願意，我問今仔日這經文對你來講有意義、有感動、有鼓勵，讓你忽然你決定講：主，我知影你是以馬內利的上帝。主，我知影你是耶和華以勒的上帝。唔是按照聖經講，主你更新我內面這個人，我內面這個人原來真拗，予風吹草動。但對今仔開始，我內面這個人要成做一個真穩定、真成熟、真有智慧的人。像這你願意嗎？你愛嗎？咱不愛擱再做迄種風吹草動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。願天父上帝幫咱來今日禮拜，伊講上帝將伊的靈擱一擺分入佇咱的內底，互咱攏返璞歸真。聖經咧講的新，其實就是真。返璞歸真的意思就是重新倒來到上帝的面前，重新佇上帝的話來學習做人，返璞歸真。求天父上帝幫咱。聖經有真濟這種的描寫，特別是佇聖經的內底有一句話講：求你甲我做清潔的心，互我內面重新有正直的心。兄弟姊妹，這句話非常的重要。一個人無論伊偌有智慧，無論伊偌學歷，無論伊偌懸的社會地位，如果內底若無清潔的心，無正直的心，有時候活得不像人。咱這不是咧罵人的話，活得不是真正的像咱的上帝，迄種榮耀的生命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牧師小可幫助咱。我用幾個小字詞，新的價值思維。以前你看什麼叫重要？以前你看什麼叫做有價值？你綿綿唧唧一世人安尼努力打拼，勞汗辛苦，較拼都要拼死。
但是上帝的聖神要幫助咱有一種新的價值思維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有新的態度。你若有發現講有一寡習慣、一寡行為、一寡態度，甲聖經所講的無同款，兄弟姊妹，安靜。你對你的心拍開講，主求你解釋給我聽。今擺我所選擇的，甲聖經所講的，我如何結合在一起？兄弟姊妹，無絕對，人中間無絕對的標準答案。但是上帝聖神有美麗的答案。你若願意聽，你有新的態度，因為聖經哥林多後書第2章，歹勢我袂記是真書後書，應該是真書。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。伊講，若毋是踮佇人內底的靈，就無人會當明白上帝的計劃、人的事。若毋是踮佇人內底的靈，就無人會當明白上帝一切的奧妙。上帝聖神入咱的心，咱要有信望愛，但要對某一種看袂到的代志有堅定的信心。我雖然看袂到上帝，但是我相信，在我的一生中間，上帝為特別的安排。信心，未見之事的確據。希伯來書第11章第1節，信就是未捌看見的代志，伊會安那，伊會證據。願天父上帝幫助，兄弟姊妹佇今仔日的禮拜第一個祈禱，咱甲上帝禱告，主，佇新的一年，我要成做新創造的人。我的態度，我的品格，我的思想，我的靈魂，我的氣力，求天父上帝開我的目睭，讓我看到 better life。第二個，牧師要甲咱做分享的，你感覺在你人生中間什麼事更加好？而且你會當有主張，兄弟姊妹，上帝創造咱不是 AI 機器人，比迄種有學習能力的機器人更像人。即擺人類已經在誇口講，伊會當製造一種有自我學習能力的機器人。你講牧師佇啥物所在？你咧用 ChatGPT 啦，吼 ，Chat 你若問一個問題，啊，你下骹閣第二個問題，伊會照你的問題用學習的模式去讀你第二個問題，啊，伊會根基在那個基礎。AI 已經我都累積上，但是人比 AI 更加厲害。而且你要相信上帝所予咱的。咱會當佇伊面前問講，上帝求你開我的目睭，聖神求你助我讀聖經，請來聖神踮佇我的心內，互我明白，我一生着做啥物較好，我一生着做啥物較好。傳道書3章伊講，天下一生當行何事為美？一個足有智慧的所羅門做國王。以後咧找什麼是命運幸福，甲一生中間上重要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咱無一定要做到這個地位，但是咱有權利，有主張，有主張的權利。因為上帝創造你甲我，伊是要互咱成做有主張的人，不要懷疑。所以上帝才會創造一種的物件，一種的特別特質，叫做自由意志。你捌聽過這個字無？自由的意志。上帝創造人了後，伊做者做決定、做選擇，迄個自由的意志放佇人的生命中間。但是2000年來有真多反省的領袖，伊講人有罪，因人誤用上帝所賞賜的自由意志。有一個代志聖經有講唔好，上帝嘛有甲你講唔通，但是有的人偏偏我都不要安尼，就不要安怎，這叫做只要我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？因為上帝要甲咱恐嚇，上帝所講的話，攏是要為着幫助咱活出美好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
免驚伊，愛享受伊做咱生命的天賦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所以牧師甲咱分享講，佇希伯來書內底有7擺，兄弟姊妹，恁會當去用迄個電腦的這個經文的搜尋，一種叫做信望愛，一種叫做 ChatGPT。ChatGPT 更較厲害，比信望愛更厲害。信望愛你愛問個足精準的，迄個 keyword 愛足清楚，伊才會造出來。但 ChatGPT 你會當講，你有一個想法，來講好像聖經有講到這種想法，它是寫在哪裡？牧師甲恁分享這個好用的物件。聖經介紹有一種的，牧師我講過一種的想法，這個想法我唔知伊記佇什麼所在，我嘛袂曉講個足精準。伊敢有這種想法佇聖經內底？伊寫佇什麼所在？兄弟姊妹，Chat 伊就甲你講，噠，對新約甲舊約中間講，可能無遮爾完整，親像你所講的，但是有類似的想法，伊寫佇什麼所在？我哋今仔這個時代，你若頻繁讀聖經吼，實在是足討債。兄弟姊妹，因為咱活在這個 AI 時代，咱更容易讀聖經，你更容易。唔免挖靠牧師，你更加容易，你會當單獨甲聖經、甲上帝合而為一。願天父上帝幫咱咱兄弟姊妹，攏享受讀聖經的智慧、甘甜、甲寶貝。聖經中間，你若甲伊搜尋。信望愛，甲伊所想講，如果要對第一本冊叫做《希伯來書》，到上尾一本冊叫做《希伯來書》，你可以甲伊範圍限定佇《希伯來書》，你甲寫好還是美好，你就會讀到這7節的聖經。願天父上帝幫助，願天父上帝幫助，在耶穌裡有更美好的生命，你要嗎？好消息頻道。福氣的人生，互我有一個足大的尊榮。伊要求我佇聖誕節講一個信息，聖誕節的信息。我佇好消息的這個節目頂端，我講迄個題目，我捌甲恁講過，叫做有一份禮物。兄弟姊妹，牧師閣甲咱講，上帝甲咱準備比聖誕禮物更棒的生命的禮物，求天父上帝幫助。聖經咧講的更美好，有真多形容詞，好的無比，閣有這種的好，比黃金閣較貴重，比芳芳的蜜閣較甘甜。兄弟姊妹，願你的人生是一種幸福滿滿的感覺的人生。也願上帝聖神佇你的內面，互你聽有，互你有溫暖，互你成做有溫度的人，互你無。走互上帝足，阮兜迄只秘密吼，那子，阮攏毋敢甲放開，因為放開伊就走互你足，因為伊感覺你是要甲伊耍，你甲放開，但是你要甲伊耍。兄弟姊妹，咱毋是甲上帝耍，咱嘛無走互上帝足，咱甲上帝養成一種緊緊跟隨、親密的關係。上帝通過安尼的態度，祝福恁的人生。我用這句話來做結束。這個人叫做約翰衛斯理，我真愛這個人。牧師捌甲恁分享過伊的祈禱。伊講上帝叫你信守我100個同工，是啥物攏無愛，干那愛你；是啥物攏毋驚，干那驚你。這句話幫助我，成做我的莊孝生這個性格的人。我佇真濟公眾的議題的內底，甲我的所屬歸屬的團隊，是就講是，毋是就講毋是。這個牧師是英國足出名的衛理公會的牧師，伊影響英國近代足大的信仰，因為伊類似於是迄個清教徒的這種的派系教會的精神。伊最後要過身之前講一句話，牧師要讀互咱聽。伊所講的話講：我一生最美好的事情，在我一生中，我感覺上好的代志，就是上帝甲我同在。毋是我甲上帝同在哦，是上帝甲我同在。英語叫做 the better of all， 就是講，佇我一生中嘅所有嘅代志內底 is
God is with us， 但是伊是用講上帝甲咱同在，毋是講上帝甲我同在。但是為着要表達伊，這是伊的最後一句話，伊的感情，所以我改做單數的第一人稱。但是伊所講的話，其實是甲伊身邊的人講。只要呢，上帝甲咱同在，咱的生命好得無比。兄弟姊妹，願上帝賜給你一個沒有遺憾的生命。你若對着人，你的生命會無同款。你會當對真濟好的牧師，你會當對真濟信仰的屬靈的導師，但是更加要緊還是姊妹，愛對耶穌。因為所有遮個咧幫助咱信仰的人，因攏咧對耶穌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願這個耶穌互你對，也願你一生對耶穌。願這主耶穌講，馬太福音最後1章28章最後一節，恁對看，最後一句話講。我就必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盡頭。讚無？應該攏無反應。我就必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盡頭。這是偌爾大的承諾。願這主耶穌甲你我咱三個弟弟，咱來祈禱。至聖的主耶穌，阮恭敬佇你的聖殿，因為教會是奉你的名所設立。你也想使阮一個新的名叫做基督徒，你不但想使阮一個新的名，你嘛想使阮一種新的新生命。也因為你所祝福的所有的虧難，互阮信仰的前輩保羅講：若有人在耶穌基督裡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主願你祝福阮在座每一個兄弟姊妹，有時阮的主張若無下你，求主你赦免，求主你幫助，求主你用你慈愛的聲。帶阮倒來到上帝你家己的心意，互阮用耶穌基督的心做心。主耶穌，阮將教會交行佇你的手中。主耶穌，佇今仔日所講的每一節的聖經節，求你清清楚楚寫佇你家己的囝兒甲查某囝的心內。特別，互阮眾人攏會記得，你必與我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盡頭。主耶穌，阮感謝阿羅你，奉你的聖尊名求。阿們。